你入到 lift 嘅時候咧，lift 入邊已經有幾個人企咗喺度。咁閂埋門嘅時候咧，通常你就係會望邊度咧？你會望粒掣，望去到幾樓，望天花板，望地下，定係望手提電話咧？總之咧，大家咧都係想迴避同其他人嘅眼神接觸。其實點解咧？呢一個咧就係同一個嘅私人關嘅空間好有關係嘅。私人空間咧就係講緊我哋身邊大概1米嘅範圍之內咧，都係一個叫私人空間。只要咧有一啲陌生人咧闖咗入嚟嘅話咧，就會覺得好唔舒服、好唔自在。喺呢入邊咧，其實會被逼咧進入咗大家嘅私人空間，大家都覺得唔自在、唔舒服。咁所以咧，你哋都係會諗方法咧，去令到自己舒緩呢種唔舒服嘅感覺㗎。咁通常會做啲咩？就係望啲會喐嘅嘢啊，例如電話，例如個樓層嘅去向啊咁樣，順便分散自己注意力，等自己咧唔好集中喺呢種焦慮嘅感覺。多謝聽到呢度，有興趣咧下集再見，拜拜。